我係陳子軒，我今日要教嘅動作係按格，即係預備姿勢，係開始對決前嘅基本站姿。呢個動作會喺比賽開始嘅時候做嘅，代表你已經準備好，等待裁判發出指令。呢個動作嘅原因係可以快速向前發動刺激，同埋向後撤退作出格擋。咁呢個動作嘅方法就係，首先雙腳要呈現 L 型啦，然後重心向下，條腰要挺直，揸劍嘅手要放喺身體前面，劍尖要對住對方嘅身體，另外一隻手要打開啦，確保冇遮擋到身體嘅。個名叫鍾俊傑啦，今日我要教嘅係撚傳佢嘅中央叫弓箭步突刺，佢係劍擊裏面最核心嘅攻擊步伐同埋得分方法。佢嘅作用係瞬間拉近同對方嘅攻擊距離，而進行主動得分同埋瞬間得分嘅。我哋咩時間用呢？就係喺對手進入你攻擊範圍裏邊嘅時候，可以瞬間打開一個出其不意嘅同手並用合二為一，用最快速度刺中對手啦。同時保持自己重心穩定，攻擊完之後可以 withdraw 準備下一招。好啦，而家我哋要做一個示範。首先，我哋先要做一個好標準嘅按格姿勢啦，然後咧前手伸直，另外一手放低，然後咧前腳微微抬起，準備踢出去。然後咧有幾點要注意嘅之後，首先前手咧要直晒啦，前腳要90度啦，條腰咧要挺直啦，後邊隻腳咧都要伸直嘅。然後咧就做一個 reach 嘅動作，咁就完㗎啦呢個動作。我叫馮俊傑啦，今日我要教嘅嘢係防守還擊啦。咩叫防守還擊咧？首先防守還擊咧係當對手進攻嘅時候，咁我哋進行一個格擋啦，並且向佢嘅6位進行攻擊還擊嘅。咁點解要咁做咧？咁其實係最大目標係因為可以令到對手咧難以招架得住，即係可能有一個進攻嘅方式，進攻嘅模式突然之間變成一個防守模式啦，咁可以殺對手一個措手不及啦，同埋會打亂對手嘅節奏啦。咁我哋應該要點做咧？咁我哋首先學員同教練需要一個按格啦，咁4位對住4位嘅，咁之後學員進行進攻，之後教練進行一個格擋，之後好啦，格擋完之後，我哋再瞄向佢嘅6位，再進攻。當進攻時，我哋隻手就直晒啦，咁要見到一個完美嘅弧度啦，直接劍。咁平時我哋會有咩錯誤咧？可能會有做到水撥啊、扭鎖匙嘅方式啦，同埋咧點咧？我哋唔做到呢啲啦，或者可能會喺防守嘅時候將佢隻手直晒啦。咁呢啲嘢我哋都需要注意嘅。